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布永康牧师痊愈之后，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请他询问那位老姐妹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姐妹说，当天清晨圣灵催逼她起床，迫切为布永康牧师祷告。她祷告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牧师烧退了为止。所以遇到事情，我们不必害怕，不要失望。主关心而且了解，他将告诉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来用台语唱一遍。是不是你的祈祷即将开了要无流目屎，相信主泪亲像雨水，主关怀伊也了解你实在的情形，伊会欢呼别人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寂寞孤单，心内面是一撮梦，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寂寞孤单，心内是一撮梦，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所以我们能够替别人祷告是一件美事，有人在替我们祷告，也是真的是一件很温暖的事。现在，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以祷告的力量
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如果是一缕青烟，那众人的祷告就会如同熊熊烈火，愿我们的烈火能够燃烧到主的面前。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力使软弱的心变得更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力使软弱的心变得更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也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愿我们祷告成为极大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的状况。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时间交给子宝老师。请坐。各位代祷勇士，大家平安。给隔壁祝福一下，说你就是代祷勇士，好不好？刚刚我在看大家唱歌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感觉了哈，一个有盼望的教会哈，会有的诗歌充满了这个笑容，充满了热情。啊，如果一个没有盼望的教会哈，迄做礼拜吼，足忍耐就对了。讲啊那要不要唔较紧耍呀呢吼？嘿啊，你们是有盼望的教会吗？啊，感谢主哈！啊，今天呢，真的我们节目非常的热闹。早上有我们的瑞萍姐妹她的信仰见证，下午我们的由牧师来亲自现身说法哈，我们的李树珍牧师啊，他要现身说法，怎么从无到有啊？见证，祷告就有啊，祷告就有。那说起来，李牧师啊是我的前辈
因为他跟他的先生牧师哈，在很早就开始牧会啊，他的先生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还继续在工作。但是如果从读神学院，她是我的学妹，因为她是先帮助牧师一起牧会，然后她又来读神学院。那我觉得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训练一个勇士啦。啊，如果很安逸哈，有时候没办法。我们最近听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感谢少年的贫穷。”什么意思呢？你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是在贫穷中度过，你会有坚韧的力量去克服一些困难。啊，如果什么都画得无哈，他根本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所以同样意思，我们在信仰上，你不要觉得我都一帆风顺哈，天天都栽在溪水旁。其实是有时候神把你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一个沙漠的地方，一个旷野的地方，其实神是要让你突破你的能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李书的牧师呢，他怎么样在之前他的见证，牧师很感动。他从他在关子岭的时候的见证，他说今天从关子岭开始讲哈，跟我也很爱讲暗等啊，所以他今天要先讲最近他所经历到的见证。牧师刚好因为有开会所以我先来打个招呼，顺便给大家鼓励打气一下哈，不能睡觉哦哈，不能这样。我说有盼望的有盼望的会友，就是也包括听的就很热情哈，不会打瞌睡。好，我们把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大佬团队队长，我们的池宝老师来做介绍。好，我们本来只是针对中保同工，但是我们有写说欢迎会友参加，所以感谢神哈，本来是报名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这是教会事工，就像我们夏牧师说，这是第3场礼拜，对，所以你们今天参加了3场礼拜。那我们也要谢谢李牧师，真的是他从他的教会服侍完就马上有赶过来。那我们教会这个代祷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很多代祷者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早上那个瑞品姐妹她在分享，其实她受伤的事情，其实是很多人摆上祷告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投入代祷这个行列。那我们这里你现在是，或是你已经报名是中保代祷服侍者的，请站起来好吗？站起来，好，我们拍手，但是把荣耀归给神。哇，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代祷者哦，这么多代祷者，感谢神。好，请坐。我们的掌声不是要给他们，是归给神，因为他们在里面1个小时的祷告，是真的是在内室里面服侍，这是委身在这当中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你时间许可，欢迎你来。好，那我们牧师大概分享1个小时后，我们会有大概有10到15分钟的休息。你可以去喝水或是去做一点伸展。那在牧师分享当中，因为现在1点半灯爱困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你可以起来走动没关系，很自由，你可以走动，因为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好，那我们第2场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一张小纸条。这张小纸条麻烦不大，很小张而已啦麻烦你写下你今天牧师在分享当中的感动，小小的感动都可以，几句话都可以。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会给牧师，而且我们会我们才了解说我们办的这个活动大家有什么领受，不是我们听完就没了都没人有分享。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同工会发一张小纸条给你，你要写几个字都没关系如果你要写更多，可以背面再写。好，那安尼我就无加讲安尼甲咱的时间交李牧师，咱用掌声来欢迎伊。慈宝姐还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伫中岛大家都做爱困的，而且听说你们没有预计这么多人，结果是这么多人来安尼所以感谢神哥得到慈宝姐邀请互我会当来到这中间来
我会先从那个中保代祷的事工见证哈，然后因为我等一下会说，顶解我伫北城教会推行中保代祷，咱的教会安怎去连结，安尼吼，这是恁蔡正道牧师的事，所以恁有冇听过哈？我等下也讲这个秘密让你们知道这样，好，然后更大的神迹就是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又成为中保服事的代祷者。这是很大的神迹呢。那么是上帝拣选咱吼，咱拢无法度做什么，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伫这中间，伫10几年前吼，我即嘛讲蔡正道牧师吼，甲东江做伙去北城教会。那时候我服侍在北城教会8年前哈，我在那边16年，好16年。然后在北城教会的时候，蔡牧师带一群东江去，就伫遐做伙分享我甲因讲中保代祷是安怎吼，就感谢主吼，就伫遐啦因一拍。中保代祷的会，倒转来咱富阳教会。想不到这拍会伫遮比北城教会更较大拍，而且怎么样，更愈大哈，而且坚持。阮是甲德光教会去圣光神学院学习的，然后听讲德光教会嘛一段时间吼会花去安尼啦，记得啦，中保代祷吼，毋过咱富强教会吼，我定来探听讲，咱即摆中保代祷差不多偌济人，拢7、80个安尼哦，真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得着荣耀，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哈，所以感谢神哦，就是讲中保代祷，这个中保代祷，这个事工安怎来的啦？吼，咱伫台湾较少听到，特别伫咱长老教会内底吼，咱若未祈祷，未祈就倒落去，做祈祷安尼吼。好，我讲较趣味，大家笑安尼，较袂困去安尼啦吼，较袂困去吼。所以中保代祷是为韩国地球村教会，地球村教会就是李东远牧师，李东远牧师伊创立的他创立的。然后他在1994年的1月4号，伊招5个家庭哦，5个家庭。13人，13个人开始来创立地球村教会伊开始伊8月开始新生命的门训，然后9月他就开始推行中保代祷事工。这个事工一直到即嘛，安尼超30年来这个教会为13人开始，即嘛有35000人啦，35000人迄韩国的爆发性有够厉害然后李东远牧师伊见证讲，如果不是有中保代祷的事工，无法度教会无法度振动遮紧安尼所以伫2007年1月16号到18号，伫高雄圣光神学院，因就来举行这个中保代祷事工的研习会啦这个中间，李东远牧师伊来主持这个研习会，然后有40个同工代祷者。他们教会的代祷者40个同工，家己买机票，家己订旅馆，40个小招，牧师要去台湾开这个课，咱来祈祷，代祷来守望牧师。你看40个40个代祷者所以伫这个中间拢总3日的时间所以底下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伊讲当人工作的时，当人工作时，人做事；当人祷告时。神动工，当人开始工作是你家己安尼一直做。当你开始祈祷的时，是上帝咧动工，上帝咧动工所以这个祈祷是非常要紧所以伫1月16到18，我就招北城教会8个同工含我9个阮本来要去看旅馆，要住伫遐呢，结果德光教会有请游览车我们就搭便车，我们就搭他们的便车就安尼3日的中间，下早时去下晡延暗时倒转来，所以这个研习会3日了后，我就觉得哇，这很简单，只要你愿意祈祷，愿意一礼拜奉献1点钟给上帝。只要你捌字就好，会晓看代祷卡，安尼你就会当成做一个中保代祷的人会同工所以迄个研习会倒转来，我就伫迄个礼拜日开中聚会，从北城教会2楼有一间本来一间迄个会议室，我就甲用做订原木就甲布置甲足水，作为迄个祈祷迄个氛围伫遐做中保代祷事用4个主日，用4个礼拜日伫遐来讲起中保代祷的信息啦所以1个月了后，2月17号伫主日中间伫遐宣誓要进去
中保代祷的那个代祷者，咱拢有宣誓，吼，宣誓就是讲啊，我要遵守迄个时间，啊，过来我要伫遐祈祷，吼，我是保密的啊，那个所有的内容我只有能够跟神说，不跟人说，吼，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宣誓安尼吼，所以伫2月17伫主日礼拜宣誓啊，18就开始正式啊入去祈祷，吼。伫北新教会16年。我感谢上帝吼，拄啊，咱的夏牧师讲啊，感谢少年的时候，咱是善乡的家庭。我感谢上帝，大概我拢无回善乡个贷款的教会。吼，我从来没有啊，一间讲啊，像这样又富又强的教会都没有。不是开拓啊，就是贷款，就是负债啊，就是特别关门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也感谢神这样子吼啊，通过啊伫。北新教会为小北路吼，本来北新教会名做小北路吼，啊，恁知影吼，那个小吼都已经给大掉了，所以要大吼很难，所以人家大光，你看一个大光就这么大，对不对？我们富强就这么又富又强，这么厉害，对不对？吼，所以好名最要紧的吼，好名最要紧的吼。啊，或者小北路啊，小北路搁迄条路，搁唔是小北路，吼，搁唔是呢，搁西门路啊，搁入去，搁唔是小北路啊，小北路常常人去小北百货遐咧找小北路教会，啊，所以感谢神哦。拢总伫小北路遐，迄个教会啊，是一间伫地下室啊，足细的教会吼。啊，我等下讲我是安怎会去这间教会吼。等一下我会分一个阶段来讲。我先说明这个中保代祷吼，用安尼言由来互咱知影讲，我们是怎么样来参与这个事工。然后这个事工是安怎来到咱台湾啊？伫这个中间，即马啊，咱富强教会做个第一好诶。拍拍手一下好不好？拍拍手哈！啊，咱做啊有够厉害哈！大大徛起来遐当工，我是有够感动的吼。因为啊，拢会愈祈祷啊，愈溜愈少人吼。可是我们没有哈，我们还是这么多人哈。所以伫迄个中间背负差不多前后安尼1-2千万的贷款吼，啊，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哈。啊，总是借着中保代祷哈，逐日哈，逐日都有人伫遐咧祈祷。所以咱都要是我讲，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教会祷告，教会就能够建立起来，好，教会就能够建立起来。啊，在北城教会我也推行，每天早上晨祷6点钟就祷告，用祈祷来征战，用祈祷来破开这财务的这样一个困难哈，一个困境哈。所以啊，无偌久就拍死迄个歌利亚，这个啊，这个巨人哈，这个贷款这个巨人哈，然后又啊，把小北路的这个地下室给处理掉哈，啊，伫后壁啊，北城路50号，就现在的北城教会。好，北城教会啊，就在北区完成神的旨意哈，就北城好，北城教会啊，就安尼来建立安尼吼。所以感谢主，北城教会对小北路为25个一直到16年后，吼，16年后啊，伫遐大细安尼拢总超120个，啊嘛贷款2届贷款1-2千万拢还了，啊，搁有存超800几万伫遐做基金吼。所以感谢主的听吼，伊伊的教会不断通过祈祷，不断伫遐咧反转，不断伫遐咧反转吼。不管是人一直来，还是这债务、这贷款拢解决吼。所以一切荣耀拢归于上帝。我们拍手归荣耀给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感谢神哈，感谢神哈。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哈，咱来看。中保代祷，伊的经文是根据什么哈？就根据提摩太前书啊2章1节到5节，希伯来书8章22节到25节哈。好，咱来做伙来读安尼吼，做伙读恁较袂要拄久，因为有代志好做。好，来预备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有此。之后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伊上天了后，坐伫上帝的正边，伫遐做
中保代祷咧一直咧替咱祈祷吼，所以我们也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为人祷告，成为一个中保代祷者这是根据他都要根据这个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1节到5节再来，咱再来读第2位的圣经咱来读来。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隔绝，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那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神什么人来到主的面前上帝绝对无弃杀伊，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代祷为我们在代祷。所以中保代祷是根据这两个圣经安尼来设立的好，中保代祷者的资格和义务耶稣给是要安怎来，咱来看，渴慕祷告生活，然后透过祷告事工，愿意将自己献给神，对不？渴慕祷告生活，愿意主啊，我要将我一礼拜奉献1点钟给你所以他就可以成为这个中保代祷的同工，已受洗的本会信徒，并且接受中保代祷事工的训练我相信顶个为蔡正德牧师伊直落来安尼，咱拢有经过一个训练安尼再来遵守1星期有1个小时在中保祷告室诚实的担当祷告的时间担当祷告的时间1点钟中保代祷者只能对神说，要彻底保守秘密。应该维持圣洁和敬虔的生活所以要参与伫中保代祷的这个事工的同工就是伊的资格就是这个来，好教会怎样开始中保代祷事工呢？咱已经拢开始所以这就免阁看嘿。好，所以有牧者、有团长、副团长、代祷者，每一个教会的那个也组织无共款啦至少拢有一个队长，像咱慈宝节安尼一个队长来整个来理导这个中保代祷的事工好，不要紧。来。再下来，我这里不动。这流程，流程唔免看就是我们已经都开始了这么多年都开始这么多年了，所以我即马就是因为今仔日是咱中保代祷主办的啦，所以我搁一届来，互咱安尼个来回忆一下嘛来甲咱安尼甲咱讲这个事工是为2007年2007年一直到即马安尼几年。17年17年17年而且伫这中间有足侪见证咱教会拢有安尼咧分享，安尼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感谢上帝伫这中间中保代祷伫咱台南教会嘛无几间咧进行啦，总是有咧进行的教会。我相信有祈祷的教会就是什么教会？有平安，有祈祷的教会就是平安的教会而且怎么样牧师伫遮嘛有平安，牧师伫遮牧会嘛会当真放心、真平安享受安尼整个弟兄姐妹这样的守望一个代祷所以牧者本身足需要咱兄弟姊妹大家安尼做伙安尼用祈祷甲牧者夫妻调咧所以感谢神所以我第一点钟我会分享中保代祷安尼甲咱讲一个缘由了后过来我会讲按手祷告，按手祷告。即马伫欧安教会的礼拜，阮礼拜了就是刚祷完都有一个呼召每个礼拜都有呼召，就是你对今天的讲道的一个感想伊的心得，还是讲伊一个感动我们都会呼召，然后再都来迄个台前为伊祈祷安尼每个礼拜都有这样子，还是讲破病为伊抹油祈祷还是特别需要的拢有安尼服侍所以为什么要按手？按手就是表示怎么样？牧者为信徒来还手，就是奉耶稣的名来关怀伊来牧养伊，然后这个手
代表上帝的手放伫伊的身上，哈，放伫伊的身上，神施恩的手在他身上，哈，然后借着牧者这样的来关怀，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还是为伊看什么需要来为伊祈祷。所以牧者常常会为人家来按手，哈，按手祷告，哈。所以按手祷告，是安怎有歌哈？按手祷告有果效吗？有没有？有啦，一定有果效。按手祷告，哈，伫迄个雅各书遐讲，奉主的名祷告，哈，伊讲有病痛有破病，请长老，哈，炸油，去为即个人祈祷，吼，伊的病要得到医治，伊的罪也要得到赦免，吼。所以雅各书，吼，有安尼会写，抹油。是遵照圣经的吼，安尼来甲抹油，吼，来甲抹油吼。所以整个医治的能力不是我牧师去讲抹油祈祷，我牧师有什么功力啦？没有。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来为人家祷告。阿门无？阿门。我前几日手抬一空，流血流干呢，就甲用迄个绷带吼，甲用咧。阮孙仔1岁外尔，免2岁哦，1岁10个月。伊看到我就痛，在咧学讲话尔，痛。我就讲，你甲阿嬷祷告，阿嬷祷告，你知道吗？1岁10个月，他就按着手，我就说奉耶稣的名，痛出去，就出去，阿门。我咧教这个囡仔安怎？这细汉，你1岁外尔，你嘛有祈祷的权柄，阿门无？阿门啦！所以吼。伊祈祷真正过转日就去看迄个伤口就好去吼。因为下昼搁洗碗吼，所以甲连起来安尼吼。所以你看这么小1岁多，他也有权柄呢。所以何况咱呐，大家人拢有权柄吼。所以你唔若邀请讲牧者为你祈祷，单工为你祈祷，你自己也可以为你自己祷告。好，自己也可以为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哦。譬如讲你头壳疼，奉耶稣的名，头痛出去。你只要说耶稣的名，为什么耶稣的名叫你厉害？因为医治的能力是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主耶稣说，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得医治。是因为是为决定耶稣替咱受死，伊流的宝血，耶稣的名，伊流的宝血，成就这么大的工作哈。所以十字架上就是伟大的一个代替的工作哈。代替性的恩典，我的疾病来到十字架，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着医治；我的软弱来到耶稣十字架前面，我要得刚强。好，所以这中间是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恩典，是上帝借着伊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名，互咱会当这个祈祷的权柄吼。所以，凡手祈祷，除了靠主的名以外，要凭信心的祷告。凭信心祈祷哈。你一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就要相信，我的神正在工作，我的神的手正在工作。所以你为人去探访看迄破病遐严重的吼，主啊，一直祈祷到足迫切的，出来讲，哎哟，敢会好哈？哎哟，敢会好？看足严重的吼。就表示讲咱有怀疑吼，无够信心吼。所以你要知道吼，信心就是相信，全然的相信，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手在做工吼。所以迄无花果树吼，耶稣甲做主的时候，吹不起来规矩对吧？耶稣甲做主的时候，过来过登去就连起了对不？它是从根部开始伫遐。好，开始勾搭，所以无花果从根部开始工作。我们为疾病来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是从那个根部开始的。所以我们为那个，譬如讲为迄个生癌的人祈祷，我们命令这个癌细胞连根拔除，奉耶稣的名命令癌细胞连根拔除。有一年我的教会都3个姊妹拢生癌，癌症。所以无法度，就化疗，又搁开刀安尼。有一次在敬拜，在咱要做礼拜，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是唱那首医治我的时候，忽然间我心里一个感动，一个很大的感动。3个拢有来礼拜，
我就个别去请他们出来，敬拜团在这里唱，一直唱医治我，医治我。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请2位长老一起跟我3个一起为这三姊妹来祈祷，我们就迫切为这3位姐妹来祷告，祷告到被圣灵充满，祷告到他们真正靠到默叫安尼，就是上帝完全交予你啊啦。来死嘛无要紧啊，安尼啦，就是把命拢抛出去了安尼。结果你知道吗？对，你好厉害，3个感想拢第2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连根拔除啊！我们就命令那个癌细胞连根拔除离开，所以好的细胞一直增长，然后坏的细胞的勾搭的死去啊，所以这都是神做的功啦，神做的功，他很奇妙的，很多的神迹奇事吼。咱家医生伫家吼，你看圣吉在这里吼，对啊，你想讲哇，他有遐厉害啊呢？兄弟就厉害吼，我们奉耶稣的名吼，信心的祷告啊，就要看见啊这样的一个见证吼。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有果效？就是圣灵、圣神的做工啦。圣神的动工哈，所以我们常常为身边的人抹油哈，抹油就是象征圣灵的同在，甲抹油哈啊，医治是对圣神来，好，不是这个牧师的功力较厉害，这个牧师的武艺较厉害，不是这样，乃是圣灵他自己做哈医治的大功哈，所以借着敬拜祷告哈，这个敬拜、这个赞美、这个祷告，我们来建立什么医治的一个环境。来建立一个医治的环境，那个氛围啦。咱祈祷啊、敬拜、娱乐，吼啊，迄个氛围就感觉讲哇，上帝足大的同在，上帝足大的同在。你看马可楼吼，遐门徒，就伫遐祈祷10日，因为一直祈祷，啊无偌久，五旬节圣神的降临啊，圣神的降临啊，所以当咱咧敬拜、咧娱乐、咧祈祷的时，就是整个这个氛围就是神同在。然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为人来欢手祈祷的时，神迹奇事就要发生了，因为有神同在的彰显。刚刚只是聚会的时候有神的同在，神迹奇事就是上帝同在彰显啦。互咱看到讲哇，真正是上帝啦，真正是上帝做的安尼啦，说上帝同在的彰显，所以很奇妙哦，所以使徒行传4章29、30节，初代教会时因在门徒伊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来做这个医病的工，然后很多的神迹奇事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那个时候的祷告也是成为我们现在的祷告，嘛是咱即摆的祈祷吼。所以咱每一天为人祈祷的是上帝的手看到你、照到你，安尼来触摸伫迄个患者，还是迄个人，咱要祝福迄个人吼。所以我们感谢神吼。所以在服事的当中如果我们是同工这样一起互相服事的时候，我不建议说按头啦，我是感觉讲咱的牧者再讲按头啊。如果是我们同工社会安尼咧祈祷代祷时，我们就轻轻的按这个肩膀，还是轻轻的触摸伊的身躯就同性的。如果是异性的话不要有身体的接触，尽量同性跟同性异性就是尽量不要触摸到身体，祈祷拢不要紧安尼啦所以如果像阮即马呼召的时，他们都出来，然后我会特别问说，你需要为你怎么祷告？我会甲为来甲问那伊若无讲，就是为他祝福祷告，又祝福祷告。如果有特别的感动，有特别的启示你才告诉他，所以。如果他是生病，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个疾病离开如果他是忧郁还是讲伊做些迄个捆绑我就命令那个忧郁的那个捆绑离开，忧郁的邪灵出去安尼让他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按手祷告，大家人拢会当，就是互相嘛会当安尼换手，互相做伙祈祷都可以再来伫迄个
马可16章17节到18节，才有讲，什么人会当甲人看手基督？我都有讲，信的人，对不？信的人，你心里真实相信的人，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会得到好，病会得到好，啊，毋是你按一盖就好，毋是按一盖就好，有当时是按一盖就好，这最厉害啊，有当时是上帝当时要医治，我们不知道，有时候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讲哇，完全拢好去啊，完全拢好去啊，就是不断的为那个人代祷，不断的为他这样的一个服侍安尼所以信的人都可以。然后我们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你看马可罗120个，个哥尼流一家拢透过安那，透过按手直接领受圣灵。伫迄个120个因无，因敢若祈祷安尼尔，因该祈祷就5孙节迄个圣神就来啊哥尼流他一家也是这样领受到圣灵所以为什么要按手祷告？教会差派工人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也会按手祷告亲像巴拿巴甲保罗迄个巴拿巴甲保罗就是上帝差遣，因两个要差遣分派要出去做工所以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也是分赐属灵的智慧跟恩典跟能力安尼然后有的时候设立地方迄个教会领袖，像阮牧师，阮要奉牧按牧的时我们要跪下来，然后所有今天参与的所有的牧者拢换手祈祷，换手祈祷即马干那迄个按牧团啦因为若伤济都甲牧师压下去爬袂起来所以即摆拢才有安排头6个啊几个安尼按牧团甲牧师甲按头祷告就是要设立你叫做这间教会这个牧者安尼我都有讲分赐属灵的恩赐就是保罗嘛为提摩太来换手将因领受的这个恩膏也是传承到那个在那个提摩太的身上所以。拄咧讲布永康牧师布永康牧师，伊伫非洲，伊带千万人来信主伊嘛是对伊的老师对伊老师领受恩膏，然后布永康牧师又将这个恩膏来分赐给科马太牧师科马太牧师，我记得复兴的会不断会燃烧起来所以我们为人家按手的时候你可以先为你自己祷告。为你自己祷告要先保护自己，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厚厚遮盖然后涂抹借着祷告然后你要谦卑自己，这个能力不是你的，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让圣灵引导来为人家来祷告所以先用耶稣的保护压榨保护然后再为人祈祷为人祈祷所以耶稣说他已经赏赐给我们那个权柄，每一个人拢会当做这个换手祈祷的工啦如果是主日的时候，主日的是牧师的呼召大部分拢是牧师也是长老牧师会甲伊的团队长老来甲大家按手啦那个又是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那种修周嘛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这样的互相做伙安尼换手比如讲有一个小组员伊艰苦艰苦我们就是组长甲大家同工就拢背起来甲围咧然后大家都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都可以的拢会使所以祷告的能力很大，可是真的要持守祷告，真的是不简单，真正是无简单要持守安那一直祈祷，伫祈祷的中间，唔若干那祈祷，唔若干那一直甲上帝讲，我们还学习聆听聆听上帝的声你甲上帝讲了，聆听主啊，我在这里，请说上帝会感动你会感动你用伊的圣神来互你知影你拄拄来祈祷，伊的应允是啥物他会告诉你所以感谢神啦感谢神咱当时要下课慈宝姐嘿半才下课半才下课10分钟安尼所以还有10分钟啦还有10分钟我先讲中保代祷然后
讲这个按手的代志。然后等一下下一堂课我会就我们的主题从无到有的神迹啊，从无到有的神迹，那真的是神上帝所做的，上帝所做的，上帝所做的工就是神迹，就是神迹，就是上帝做的安尼吼。所以伫这中间到看时间安怎淡薄慈宝姐讲嘛会当今仔日有需要的，还是讲你有破病，还是足需要啊，拄到代志的嘛会当出来。我也求潘雪牧师我们两个好朋友为你们大家来给你服侍安尼，来服侍，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所以伫这个我已经牧会第46年啊嘛是真久啊啦，嘛是老牧师啊所以感谢神恩典，就是说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感谢你和我安尼会当成做牧者我45岁再去读神学院我等一下会一起讲我整个这个经历这样子所以神的拣选，上帝竞选有开始拢袂慢，有开始拢袂慢。你若一年慢过一年，一年慢过一年，哇，这个时间咧过，一下就过去啊当上帝你听到上帝的声呼调你的时，你就说神啊，我在这里，你要用我，我就在这里。所以你踏出来，神就用你了。毋是咱会当做什么，是因为上帝伊会切肯，伊知影什么所在上适合你，什么所在上需要你安尼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伫这中间好无因为还佫10分钟啦伊还佫10分钟，所以先告一段落好，无咱先祈祷，大家安尼休息10分钟，好，10分钟15分，10分，15，会对你讲，10分钟因为太精彩了，不要休息太久。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中道这么好的一个时间，互阮会当围绕伫遮做伙来分享总务带导的事工嘛，伫遮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你互阮逐个人有祈祷权柄，互阮互相服侍，主你的新约基督要照着安尼祈祷来发生，主阮献上感谢。当阮即时要暂时休困求圣神来继续来带领，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起立，去行行安尼啦，无等下会困去，好。
好，再1分钟，再1分钟。啊，牧师已经预备好了哈，再1分钟。好，来为着要和大家，那个我有请那个牧师哈用华语啦哈，因为有一些人听不懂台语哈，所以牧师等一下就会转华语啦哈。好，来为了让大家的身体哈还没疲倦啦哈，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啦哈，不是让大家动一下哈。我们是不是要听耶稣的话？是啦哈。所以我说，耶稣说你在做哦哈，我没有说耶稣你就不要做哈。啊，注意哦哈，马上特别来进行，特别把时间搞不出来。耶稣说，手举高，2只手举高，举高2。耶稣说把手动10下，1、2、3、4、5、6、7、8、9、10。耶稣说站起来一下。好，站起来！大家拢听耶稣说啦，不是听我说啦哈。好，耶稣说再把你的身体动10下啦。好，1、2、3、4、5、6、7、8、9、10。来，耶稣说肩膀也动10下，1、2、3、4、5、6、7、8、9、10。好，安尼有较好无？好了，好，耶稣说请坐了哈。好好的继续听我们的牧师。那我们等一下再发的这个小纸条，就是等下你也当吼李牧师一些回应，或是你今天有什么感动可以写，我们代祷团要做一些整理跟一个了解啦哈。那我们当中也谢谢那个潘牧师哈，潘雪牧师，等一下伊就是我们抄写箴言的推动者，好，请潘牧师起来一个，好咱给潘牧师，也是我们的许天雪牧师娘哈。那我们等一下要继续哦，后面的服饰潘牧师也会一起哈，我们真的很有福气，好，谢谢慈宝姐哈啊，感谢神啊。搁落来哈，再下来啊，对，要转华语哈，要把我的口音转过来哈，啊，再下来就是我要见证从无到有的一个神迹了哈。是这里吗？好，对，好。好，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好，满心相信，啊，神的应许必定能成就，必定能成就哈。所以啊，在这几年当中啊，神他的动作非常的快哈。非常快，虽然在那个偏乡，在那个欧汪的地方哈，很多人欧汪2个字都不会念哈，有的读曲汪，有的读苦翁翁苦哦感谢神了哈潘雪牧师几年前就在那边耕耘啦耕耘了吼，伊那个好土耕耘了，尾也阁生杂草生足济，到后来8年前8年以前我继续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工哈。好，我们再下来我为什么都没有呢？对那边吗？哪一边？那边？好，有对到了。有可是那边很小字，我看不到，我还是要看这边看这边从无到有就是领受圣灵的一个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圣灵，可是，在我们长老教会，你如果太早领受圣灵，你就会被逼迫，被逼迫
1983年，1983年几年前了，41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才32岁，所以今年几岁不爱跟你讲。41年前我32岁而已啊，嘿，哦，比现在年轻很多哈啊。那个时候啊，牧会在关子岭教会，哈，牧会在关子岭教会，然后啊，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在中华祷告院服侍的一个讲师哈啊，到关子岭啊，关子岭别墅那边来休息。那个别墅的长母哈岳母哈，他就是颜面神经歪起安尼吼啊，就再去去中华祷告院。那时候中华祷告院才开始成立哦，哈，去那边祷告啊，被医治了。然后礼拜天来关子岭教会做礼拜，就来找我说，牧师长啊，我等一下做礼拜完，我想做一个见证哈。然后我就跟曾牧师说，跟我的先生说哈。然后做礼拜完啊，我就记得呢，41年前哦，他说啊，我最近就是这个颜面神经啊，这个嘴巴这里脸整个都歪掉了。然后我去中华祷告院奉耶稣的名，那个讲员为我祷告啊就好了，哈利路亚！哦，那天的见证就这样哈。41年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见证哦，不知道见证是什么啊，所以我就是印象很深刻。所以隔天啊，这个讲员他结束这个整个的行程，就到关子岭来这里哈，这关子岭别墅哈，明清别墅啊，到那边休息这样哈。那一个机会就长老哈就来告诉曾牧师啊，就一起去那边好，就大家在那边分享。一分享的时候，他这个讲员哈简秀荣老师，他一直讲圣灵，所以我们的曾牧师吼，丢到教会这个顶扣扣的牧师吼，说哦，听看两个听到那个人，你们老嘴软的啦，从来没听过圣神那么奇妙的作为啊呢哈，所以他就一直跟他分享，从早上10点钟就去那个明清别墅，然后到下午3、4点都没有回来哈，然后回来的时候说，哎呦，这个讲员他都说圣灵呢，很奇妙呢，我们来请他哦，这个礼拜天哦就来关子岭教会来讲道哈，来见证这样子哦所以那个礼拜天好，这本来他答应台南的教会要来好主领那个礼拜，后来的先在那个关子岭教会哦。好，上礼拜不要说上礼拜啦，今天早上的那个牧师的正道什么题目知道的举手，记得的举手。今天早上牧师的那个讲道题目是什么？哦，新眼光哦，好，安尼拢会记得啦吼。有时候早上礼拜等一下出去讲牧师今天讲什么，忘记了，忘记。41年前他的讲道题目，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早上他讲耶稣必快再来，下午那个应该咱做礼拜下午都还有一场，3点到4点。他要做礼拜的时候，下午要做礼拜的时候，这个简老师他就跟我说那个牧师娘，你帮我预备一个那个玻璃透明的那个一杯水，然后他放在讲台，他在讲那个什么自己洁净自己，就是你这杯水是干净的，你的生命是干净的，圣灵才会下来，所以一杯水，他那天就传讲圣灵，那天下午。从3点钟开始做礼拜，到4点，到5点，到6点，到7点，几个小时，4个小时，4个小时一直在讲圣灵，一直在传圣灵，没有一个人要回去，没有一个人要回去。你看多渴慕，多渴慕哈！所以我们就决定1月31号到2月3号举行4天的培灵会。4天培灵会很奇妙，圣灵就像一阵风，整个就造访来造访到关子岭教会。4天的培灵会，教会从60个人变130个人，4日尔，所有的迷途的羔羊、迷羊，无咧礼拜，一个一个都叫回来，那个棺啦、轮椅啦，塞规堆安尼啦，都丢掉，都起来走路。然后驼背温姑18年的一个阿嬷，我亲自看到，她都是这样，她温姑18年驼背，
拢看涂骹。那个简老师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是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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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一人就停起来，就不会走路啦，因为拢是稳固看涂骹。后来停起来不会走路了，而且啪啪啪啪啪了，圣灵充满，整个方言出来，而且脸那个面光呀呀有够水，所以神迹奇事就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哈。感谢神，也就在那个当下，那个讲员要为我祝福的时候，我用走的，伊讲要甲我祝福哦，要那个华语哦，有时候登没过来，没有关系哦。就他要为我祝福的时候，我就只跟他说，我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求上帝国甲伊一切好命都要互你安尼吼，所以我就说我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在临到我们当中安尼吼。他为我祷告，然后那个晚上7点钟开始要预备还要陪灵会，我在为那个第3个女儿哈，她才1岁多，我在喂她牛奶的时候，那起牛奶的时，我就喂她这样推咧，然后我就看到异象，那个大光从天上来，很大很大的光一照来，然后我就看见大家都举手在圣殿里面在敬拜，举手在敬拜，然后一个声音用台语的跟我讲，你求的国家义要兴旺，就是我今天中午的祷告。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异象，所以这个光收回去以后，再一次那个大光又来了，然后又看到大家又举手在敬拜，在祷告，那个声音再一次在我的底外耳啊，在我的耳朵跟我说：“你求的国家义要兴旺。”我欢喜一个都跳起来，这个样都吓个变成卡落去啊！从来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从来没有看过异象哈，所以就跳起来我那个曾牧师在旁边，他预备等一下要陪灵会，有想到我听到神的声音，我看到异象，有没有卡不掉安尼啦哈？所以站在当下，我就跟神说：神啊，感谢你。那个晚上陪灵会结束以后，我就自己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白天在台西警察分局我在上班，我就当一天的师母哈。拜个拜六我在台西警察分局咧上班然后礼拜天当师母，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写辞职书我写辞职书，我跟神说：神啊，我要做你的工，要专心做你的工，专心做牧师娘全心当师母这样子。我写好以后，我就按着手祷告说：神啊，我不敢讲，我不敢跟我旁边这个人讲，曾牧师讲因为牧师娘有一份工作就是一个铁饭碗啦不管牧师有牧会无牧会，至少3个囝还有牛奶好吃安尼所以我就按着手按着辞职书，我跟神说：神啊，我不敢讲希望你圣灵来感动他。好，第2天一大早，我就从关子岭去台西就把这个辞职书拿到那个2楼给分局长。那个时候的分局长是王进旺先生王进旺我当师母的时候，他当分局长；我当牧师的时候，他当警政署长。他也是像显化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长官他看到我拿辞职书，他说：为什么要辞职呢？这个位置很多人都考试要进来我就跟他做见证。我会给他传福音，给他传福音。我说分局长，你什么都好，你是非常好的人，可是你因着没有信耶稣这行你想可怜，想无菜安尼啦。常常为了那个辖区的那个案子，他拢无法度破就做烦恼的安尼我就说你信耶稣以后神帮助你你一定当你就继续免这烦恼安尼啦，有神可以当你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就给他传福音，然后他笑一笑，他说好，今天是2月2号你就上班到2月28，我快点再来征那个事务员这样的。好。我辞职了，也领了那一天的薪水2月2号领薪水。我回到关子岭教会是下午4点钟。关子岭教会那个酒头你捌去过吧它是那个石头一个10块一个10块这样堆叠起来的，没有一根钉子，无一支钉这个教会是足水的教会安尼
我4点钟回到教会的时候，这个门从那边来门是关着，我打开，然后奉献箱就在那边，我奉耶稣的名就把最后1个月的薪水就丢进去，然后我也跟神说：神啊，我要丢进去，我重新要奉献给你，求你来带领我这样子当我这样祷告抬头起来的时候，我张牧师我的先生他就在那个边仔门遐，边仔门遐，他看到我抬头起来，他就安尼给他他在叫我，哎呦，忘记说我已经辞职了这欢喜讲，他就足少叫我叫我紧去，你知道吗？他说了第一句话，你倘要准备死头路啊，你要准备辞职了，要跟我一起同工的，哈利路亚。昨天晚上的祷告，昨天晚上的烦恼，昨天晚上按手祷告，神听到了，所以今天圣灵就感动他。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始大哭，你知道吗？我就大哭，哭到把腰去边啊，哭到默默叫，那牛咧哭咧呢。我再一次的来经历神，他是信实的神，你怎么祷告，他就这样的回应你。互你免烦恼，你的时辰是下伫主的旨意，爱你专心来做伊的工，全心来做他的工。所以从无到有，我领受一个圣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迹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家中20年，然后来南中已经26年，就是总共是46年所以伫迄个中间就看到45岁的，然后一直在乡下传福音，都在白河，在关子岭，在白河然后因为我们长老教会的师母袂当人洗礼袂当人洗礼，所以我一直在乡下，在那个后壁什么酒家当、下家当在那边都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有的那个年老的阿公阿妈要信耶稣，我就还要去找牧师、找小会员来给他施洗这样了。常常牧师也是小会员有代志，伊就给你演几日演几天以后，我们再去的时候，哇！乡下怎么样？弄大布棚已经死去要办松树那啦。所以我在跟神说：神我45岁了，如果你不嫌弃我有一点年纪的啦我要去读神学院这样是单单为了抢救灵魂。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主我会当直接给人洗礼，我做牧师直接会当洗礼，会当带人安尼坐直升机登天堂安尼就是我的动机安尼所以45岁我读男神真正考调，真正考调。考调读第1个月希腊文，1个月3-4公斤那个天书啦，真的很难读很难读啦所以你们要敬重牧师，因为那个是太难读的书真的希伯来文、希腊文都很难读读的安尼就开始就当牧师了，然后。随夫我这么讲的中华路咱看西道长老他们以前都在中华路教会我就随夫曾牧师在中华路教会牧会，所以我就随夫我神学院毕业，我就随夫可以到中华路教会中华路教会在那里真的很棒在那边服侍我。白天在神学院读研一道硕1年级，然后礼拜就是晚上参加家庭礼拜啦，还是查经会什么，我都没有缺席，然后我那个随夫当中华路的传道的时候，就礼拜天晚上多一堂的礼拜，多一堂的礼拜所以那个时候礼拜天早上，我刚刚看到志奇，我做欢喜志奇跟志佳这2兄弟他们小的时候就这么小这么小。然后我当那个幼稚班主日学老师志奇就走来走去走规场我就好给抓起来呢，我就给抱来安尼抱来安尼我就讲故事然后那个志佳就说：牧师娘，你的口水都喷到我们了那个志佳讲的啦我志奇抱咧讲手讲故事安尼志佳就说：牧师娘，你的口水都喷到我们了我就说：我告诉你们，牧师娘很会读书
吃到我口水的吼，以后都非常会读书嘞。吼，大家囡仔嘴拢来，所以即马自家自己的做个读册，有食到我的嘴暖。哦，所以你看那么小吼，就细汉的啊，自己就顾水的啦，伊就走来走去，给抓起来安尼吼，安尼较讲故事安尼吼，所以在今天我真的很高兴，我看到很多的家人哦，顶个安尼无回归，那呢吼，很多的这弟兄姐妹，我就真欢喜安尼吼，所以在那个当下哦，在中华路在中华路1年10个月，1年10个月。我就一个祷告，因为那时候团队都起来了哈，团队都起来了，而且中华路教会的这样的那些硬体嘛，迄个本数签掉啊吼，安尼人继续多啊，我就一个祷告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去帮忙一间哈，就是30个人的教会，30个人，就是咱东会是30个嘛哈，30个需要30个安尼，我就祷告30个。然后到我8月开始祷告，到10月的时候，小北路教会的林义成牧师他们要退休，安的师母的读书会是有高人熟悉，所以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传道，那时候我当传道啊，传道我想邀请你到那个小北路来牧会啊那样，我说小北路哦因为我祷告我祷告30个人我就想说，因为小北路我没去哦，没有去过，只知道这个教会是我们第1小区最弱小的教会，就是小北路哈。所以我跟伊讲，因的号名这小吼，都一定是的。所以我就甲问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树木的迄个印记吼，我讲你们教会几个人？伊就甲我讲。30个，我讲太这个我就讲阿手安尼，他说30个阿手一个安尼，我讲对，我记到就30个安尼好，我去安尼，一去就害了一去害了2001年的1月1号，我去赴任，2001年24年前去赴任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教会有什么，有500万的贷款。所以那个时候贷款那个利息很高，拢高利外高利外所以一个月拢要44600，我永远记得这个数目44600的贷款你看30个人，牧师他们一家5个人离开，剩下25个人，然后都是属灵的单亲啦就跟2户全家安尼尔，所以感谢神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上帝我也无记到贷款，你竟然贷款给我这是你的代志，我若记到30个尔你搁贷款500万给我，你的代志安尼你知道我第1年就训练同工2个，他会主持礼拜日会主领礼拜的啦，就训练2个就我预计说明年过年我就是要通过迄个南中爱当地南中的教会这样募款这样所以我就这样的一个打算所以感谢神，也是经过一个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在那边的服侍慢慢的教会就人一直来，所以把本来这个地下室的小北路教会都给卖掉换去后边北城教会安尼所以一路从中华路到小北路到北城然后我们来看第2从无到有的神迹就是领受呼召45岁读蓝神道硕然后我心中就一个立志要做不一样的牧师啦，做不一样的牧师就是讲有人叫我去做工，我看我的记事簿如果没有事情，我袂当讲无爱。听好有人叫我去服侍，我看迄阵我袂当讲我无爱，我甲上帝立约啦。我就是因为45岁才读我时间足宝贝直接要做2日用安尼所以我就这样子跟神说所以那个很多咱伫教会大汉到尾拢无去教会你才会足济，才会迷失的样。死去了后，找无牧师好做个别式所以我就信旅行社我顶下伫中华路的时都拢拢甲北城教会拢是信甲我合作，所以他如果有这种的人，伊就讲牧师还有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姊妹当时安尼，所以每一次我伫殡仪馆底下咧主持这个别式的时，我就用做布道会，在那边布道。其实观察内底迄个人我拢毋捌，可是因的子孙，我是为着这活的人，伫遐咧讲耶稣的救恩所以有一次我甲一个老阿嬷95岁，伫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甲伊洗礼，
来洗礼。无偌久，这个阿嬷过身呢，就在殡仪馆给她做告别式。那2年以后，我去一个教会参加一个婚礼，有一个姐妹来找我，伊讲牧师，我感谢你，我的那个阿嬷在教会病房，你给洗礼，阿哥为她主持那个告别式。我听了你的讲道，你看我现在来教会开始来教会参加礼拜，而且我现在成为这个教会的同工，哈利路亚！你看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你怎么传福音，神他的圣灵就这样带所以感谢神就领受一个呼召的一个神机呼召上帝爱你去对，爱你就爱去对我们就跟神就这样立约好，再来第3，从无到有从无到有领受供应的一个神机我在北城教会16年，那一年我65岁。我的曾牧师去欧王教会帮忙，一个退休牧师能够去教会2年，他一定要离开。所以他要离开的时候，欧王教会的兄弟姐妹说你不要离开了，不要离开。那后来不能不离开，因为就是这样规定后来他们就想说那个曾牧师的太太李牧师他是现职的牧师我们如果邀请他过来欧王曾牧师就可以继续住在欧王这样的，所以他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后来也是这样的一个祷告，通过这个潘雪牧师安尼祈祷神的一个感动神就说你爱你自己就不要动，你爱神你就动我说我怎么会敢不动呢？我不敢不动啦。可是我有一个祷告说神我愿意动，然后你要跟我一起动你要一起跟我我要你一起跟我到欧王一起动这样所以2016年的6月30号，我牧会北城教会到最后一天，我就骑着教会送给我的16年的摩托车那台载一只狗我就沿着17路5、6点沿着17路，我嘛唔知会当骑去咖喱呢，我还不知道有那个19路一条路，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个沿海那17路，我就骑着摩托车骑，乌天暗地要落大雨安尼所以你半路7分，我就买两个轻便那个雨衣一个我可以穿，一个小狗可以穿这样就到欧王教会就骑欧多拜安尼。过去欧王教会过去大概8年所以神的恩典，从2016年到2023年7年6个月特别在2020年的12月27号，我差不多特别满70岁我就一个进程的退休感恩礼拜退休感恩礼拜，然后在那当中我就祷告神开始。一块的土地，一块的土地，拢甲买起来7年6个月到今年6月就8年神非常的帮助解决教会这个土地问题，然后得地为业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了伫这中间2、3年的中间，上帝做足奇妙的代志安尼即摆会当用照片用照片来看我大家解释安尼好，这是2020年到2024年的神迹的神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分享神他所做的，他的作为伫教会迄个圣殿的边迄个家厝本来咧做主学教室，尾嘛是拢无囡仔嘛，无尾主学事工嘛无，都做伙他们大人礼拜安尼所以疫情快要来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就是做礼拜完一个执事拢甲约边讲，牧师，咱边来搭起来会当做一个祷告室、综合代祷室，也可以做一个厨房，然后有一个联谊的地方这就是这个所在好个开始咧贴砖开始贴砖过来，咱过来看。做好就是安尼这就是成为我们的副堂啦。2020年的时候，差不多4、5月是阮做好，那个年底。疫情就开始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好像超前部署一样我们就开始分流阮做礼拜50、60个伫这间有会当30个伫内底会当30个安尼，所以我们整个在疫情当中，我们做礼拜都没有拢无减少，人无减少奉献嘛拢无减少安尼是神的恩典好，过来好，伫这个这块地就是咧教会头前。咧教会头前120平
，120坪，内底拢杂草，杂草啊，连个教会哦，连着教会这样，杂草。那，好，过来，这边有，来无等等，来有，边有一丛树啊，看无？边有一丛树啊，没有看到，有没有？不是，哪拄啊？好，过来。伫让树仔骹吼，还有一个迄个，阮种树仔围起来，里面就是120坪的土地哈。然后我就站在那棵树那边祷告，我祷告说：神啊，如果可以哈，这块地给它买起来当停车场，有够水的，有够水哈。坐在那边祷告，然后一个感动哈，也不知道那个地主是上来不知道，然后神一个感动给我，他就叫我。下午的时候就出去跟人家泡茶，咱咧庄脚拢有3、5个人，就伫遐泡茶安尼吼。然后我就这样的感动，我就说好，我来试看看，来找地主这样的，也不知道哈。然后就开始了，骑摩托车出去，然后这里有几个人在泡茶，我摩托车停着哈，然后我就自己拿椅子坐下，你是谁啊？你是谁？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哈。自我介绍炸土豆、炸粿子跟你分享。第一摊吼都没有消息，都安尼跟你讲的安尼吼。即马搁第2摊，下个礼拜我要去找第2摊，也是这样，没有消息哦。可是第3有几个姐妹4、5个在那边泡茶。我也是这样，我都摆坑的，我就这。你是啥？我讲我牧师啦，安尼哦。我是上帝给我这个恩赐，就是足爱青云人，拢唔惊青云人啦。甲青云人讲，好像认识好几年了这样哈。然后我一坐下，我就说我是牧师哈。一个姐妹她就开口，她说我弟弟一块地在你们教会旁边抓到凶手了。好高兴哦！伊就讲你弟弟那块地要不要卖？他说要卖。我就紧甲讨迄个因弟弟的手机吼，然后他弟弟因弟弟咧做水泥工，拢搬出去外口迄块地拢足久就搬出去啊！潘牧师伫遐的时候拢唔知影吼，所以我就快点打电话给林先生，我讲你这块地要卖，他说要，他说好，那明天晚上我们8点来教会议价来买安尼吼，好。明天坤天更有够欢喜，我们就跟那个长职跟去问那个代书如果1坪是6万，我们就给他出5万，如果是5万，我们就给他出4万。4万不敢出了啦，因为迄是建地安尼个细细格格有够水安尼我们都唔敢出来安尼所以好，第2天那个林先生8点他真的来教会公共，我就说好，我们讲最重要的，林先生你1坪要卖多少钱安尼啦？他说1坪我要卖3.5万。哈利路亚！所以阮大家欢喜到心中有没跳出来呢？我看伊看我欢喜干呢好，林先生你快点回去10分钟，10分钟我就给你答案了。他回到家10分钟，我就说好明天我惊伊紧反悔，你知道吗？明天快点来签约我就请那个丽香代书明天就来签约，用20万签约所以这一块土地就420万卖掉我现在在讲的神迹就是说神这样一个感动，一个制造机会，然后一个买卖，我们教会都没有贷款，在疫情当中，在饥荒之年，让欧王教会有100倍的收成，都是因着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好，过来好，再下去好，迄块地底下咧刷球好，再下去就是现在的停车场所以我们富强教会拢停车做歹停的恁会当停来阮遐，恁礼拜日会当停来后巷，阮遐足快莫夏牧师听到。伊无听到了，好在伊咧开小会，他没有听到。所以你看，好大的一个土地很漂亮，这块地，这是第1块地好，过来，好，这里有一个那个溜滑梯也是一个那个王进彩师母她幼儿园送给我们的。然后我就说这是欧汪的迪士尼，那真卡囡仔嘛，这溜滑梯好溜呢。所以下午的时候，阿公阿嬷拢会带孙爸爸妈妈拢会带囡仔来遐溜滑梯溜滑梯
好，这个是我的孙啊哈，我的孙啊哈，溜滑梯哈，中华裔，囡仔最爱溜滑梯，好，好，过来，好。欧王教会没有主日学，没有主日学教室，好，所以有一天一个那个复兴国中老师哈，李建芳老师，伊看到我，伊讲牧师，你去准备，你去准备教室。啊，我来教呢。你准备教室，然后我来教。我说，你说真的哦，好，真的哦。你若讲，我就要随去主水教室哦，哦，好，我就快点上网哈。然后想讲，咱用迄个小木屋就好哈。啊，所以找到这个兄弟哈，这兄弟咧带护理、带后理，伊咧做这个小木屋吼，非常的，这是基督啊上网找吼，所以上帝找的啦吼，哦，非常的好。要开工的时候，阮。盖基督啊，不到2个月，他就完成了，就完成了。好，来，里面都是日本的块木哈 ，Hinoki 哈啊，足芳的哈，啊，就无2个月啊，就完成了哈。所以18平哈，穿红色的就是那个邓老板邓师傅安尼哈啊，迄日完工，阮底下做伙底下来三个做伙祈祷哈，线上感恩安尼吼。好来，在外面写呢啊，所以我们没有用主日学教室哈。我祷告的时候说，神啊，如果有一个很棒的那个名字哈，较有气质的，上帝的苗圃，哦，上帝迄内底不是咧养鱼啊、种稻啊哈，还是上帝在幼苗好在那边受造就，你知道吗？从2021年到现在，我们主日学今天突破20个人，哈利路亚，20个人了，很奇妙。囡仔一个一直来，上个月我去参加一个告别式，哈，迄个民金啊过身吗？哈，太田长老的太太民金啊。然后我去大湾教会参加他的告别式，他要我讲那个个人历练。然后那一天，我跟他的女儿，他拢做伙看大汉的，拢做伙伫中华路大汉的，我就看啊告别式了，然后我就关怀他们。啊，一个早间过去咖喱都没有做礼拜，立处都没有去做礼拜，然后立委是在安平那里，我就说你要来做礼拜，带着你的孩子来做礼拜，欧王加咖喱10分钟而已，所以你看，后来好，这个也早间来欧王教会做礼拜，把2个孙仔带来，佮加2个主日学啊。今天他的妹妹从安平也追来了，多一个哈，所以现在主日学差不多有20个孩子。哇，真的很难得呢！底下囡仔做教会中间哦，我们竟然有20个人啊！哈，而且厝边头尾弄个带囡仔来，我们都办了营会，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我们办什么营会哈。好，过来，好，过来，这地是100平，嘛是伫教会边啊，就在教会旁边，都连着咧教会安尼吼。啊，这地吼，这地本来是安尼吼，杂草安尼啊，100平。然后这2个地主是一个台北的那个好心肝那个邱医师邱院长的地，哈，因拢是咱澳王人哦，澳王出足侪澳人哦，吼，所以伊是好心肝的院长吼，邱院长，啊一地是因堂弟邱校长伫新店吼，啊谁人会要卖？因的头前有一块纪念地，17平，甲因的地拢围起来，啊因拢伫北部啊，所以因就开价要卖安尼啦吼。这还袂咧，还袂到遮，好，等于好说讲这块地，然后他们要卖，啊，我们说要买，可是无钱啊，咱你共拖半年啊，吼，啊，到尾啊，我讲好，上帝啊，你若卖，搁一届足清楚甲阮讲安尼吼，足清楚甲阮讲，互阮知影，上帝你真正是要爱这块地安尼吼，所以啊，本来那个阮先生吼，曾牧师讲啊，迄块地毋搁买啊啦，迄9万元出7万啦，出7万吼，啊，伫倒邮局的对面足水的是块地，啊，伊就讲卖啊啦，你70几岁啊，卖个安尼压这个价安尼啦吼，伫庄骹吼，牧师你若要买，所有责任拢担伫你的身上了，我讲无要紧，我互上帝担，毋免我咧担安尼吼，所以他非常的反对我搁买迄地。可是那一天吼，就是10点钟的时候，阮约迄个大叔吼，啊，阮若无要买，要去把证件都拿回来了。可是早完，我就无甘愿，你知无？我就搁去迄地遐祈祷啊靠干咧讲上帝啊，即地本来你就讲卖，啊无你若真正卖，你搁讲一届啦，你搁讲一届安尼啦吼，再讲一次安尼吼。所以我在那边祷告完，我就眼泪擦一擦，我就走回来牧师馆这里。
我们的曾牧师在那边运动，在那嗨咖，他看到我走过来，他竟然停下来了。他说：“我跟你讲，迄块地一定爱买。”吓死人了！我惊一个，我讲昨暝你在骂我呢，即摆讲迄块地一定爱买，无你是安怎呢？他说圣灵感动他。圣灵感动他，你看上帝嘛足急的呢。我讲上帝啊，即马7点啦，10点就要喊你3点钟讲话安尼啦，10点就要去把遐物件摕回来。所以你看，他3分钟，神就透过他的仆人讲话了。所以感谢神哦，迄块地阮就安怎，就真正甲买起来。买起来了吼，搁本来拢臭吼，尾啊，我拜托李伯利牧师吼，伊叫我阿姑，因兄弟啊，搁有几个做伙开混凝土的迄个公司啊，我敲电话讲，伯利，教会吼，咱后教会一块地边啊，拢生草吼，2礼拜拢要扑一摆安尼。如果可以吼，你来敢铺迄个水泥，铺的啦，算较俗就好啦吼。我毋敢讲奉献安尼啦，歹势安尼，对家己孙仔嘛毋敢安尼讲哦。他说：“阿哥，我告诉你哦，那个混凝土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然后我只要倒那个供倒好，然后流到欧汪去，全部都免费奉献啊！感谢神哦，所以神就这样的供应。然后有一个姐妹，她本来要去厦门读研究所，因为疫情伊就袂当去啊，所以就用那个视讯啦，用视讯上课安尼。她先生在厦门那边的银行给她存了5、6万块的那个港币。那后来她说我在这里都毕业了也没有去厦门那边，所以这几年都在台湾修这个研究所的课程，已经毕业了。那有一天他们夫妻来参观那个欧汪教会就看到这个土地他们就把那个5、6万的那个港币弄做换都198万外啦，全部都奉献在这里奉献在这里。然后有一对夫妻也是一对夫妻非常的感谢主，真正上帝恩典因为买这块地无够钱，我用我的那个自己的房子再去贷款170万，然后还到120万的时候，刚好认识这对夫妻这对夫妻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后来他听了我们的见证，他那天就奉献120万，就银行就涂销了上帝拢切欠这呢，奉献100万60万、120万、200万呢，就非常快非常快所以我跟神说，神我为你动，你也要动。所以神动得很快。在迄个无的中间，在底下看见讲上帝他施恩的时候，他真的是供应，从无到有，神供应的一个神迹所以在这个又富又强的教会，你们就不会经历这种的过程是真正安尼拢无钱安尼摕家己的厝起来贷款呢。可是我第二次还要去贷款的时候，那个银行的那个办的那个说：“牧师，你72岁了，不能再贷款了。”我讲我的厝会当你的厝会当，不过你的人无价值啦。我讲我无价值啦，哎呦可怜，我阁足有价值的咧所以72岁就不能贷款了，不能贷款了。所以感谢神神也这样差派一对夫妻来就把所有的那个贷款就还清楚了好，过来上下岛的上下岛的这块地，过来。好，2021年的8月29号，礼拜天，头前3尺的一个麒麟地，从头到尾把教会围起来，所以教会里面的土地都是死的，没有林路，没有建筑线。所以咱会当用遐俗的价格，把遐地拢买起来，就是遐人拢知影，这个无出路啦。头前3尺拢别人的地，有个地主。然后迄日有一地主的其中之一，穿乌衫、穿乌裤，搁穿布的，伫遐开车甲你动咧，无要互恁礼拜。我们就叫那个警察来，警察讲你互人礼拜煞咧，要讲这个讲安尼啦。所以我们就一直拢拜托伊卖咱啦，拢唔卖咱，都不要，5个地主都不卖都不卖那我在台上看到这样，我就宣布，从明天开始，早上6点钟我们就来祷告，做来教会祷告所以过来。这你看，这到这这用的荧幕都无看，就是前面那块地3尺，直一直去到对头到尾安尼，整个就是麒麟地，迄是别人的地别人的地别人的地。好，再下来一张。好，这就是那一天的早祷，16个人
16个人，一直用祷告来征战，用祷告来征战哈。好，过来，好，再下去，好，然后那一年圣诞夜。我们用5台车，一个微信架，阿姨奉献舞台车，互阮伫遐表演节目，那一天的布道会有200个人，那欧昂啦200个人是足侪人啊，足侪人来参加，阮伫遐用报道的方式来庆祝那个圣诞节，好，再来，好，过来，好，12月24号。布道会完，然后我想讲，报道会了，我就献上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感谢你今天布道会很棒啊，有200个人来参加安尼好，安尼无咱明年再过来布道会。可是有个声音跟我说，不行，要继续，不行，要继续啦，因为咱拜五拢有夜市啊，伫咱门口，伫咱门口夜市啊，那我们就从12月31号开始，我们就用。这样的整个敬拜赞美团然后在我们的门口就开始布道。开始布道的时候每个礼拜五除了落雨，然后落雨，我们才无报道安尼啦。从6点到7点我们就布道好有一次礼拜五忽然间看到那个摊贩伊拢塞个因的物件咧走安尼，警察咧后壁咧开单，我就出去看，我说什么事情？警察就说。他们都是违规的，这个夜市他们的程序都无办好，所以他们是违规的，不能伫门口，袂使迄大路摆啦，人咧检举安尼啦。我讲我若教会互因入来做生意，伫教会内底好无？伊讲好，安尼会使，安尼我袂甲开单。好，所以我就摕麦克风讲，好，请那个各位做生意的兄弟姊妹甲恁的单拢送入到教会内底安尼来教会内底做生意安尼教会拢免费互恁用安尼好，单都送入来啦，40-50单啦安尼啦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教会就附设夜市，拢讲差不多3个月因咧申请当中在申请当中，咱搁买2块大块地对无？怎么互因互因报去市公所，互因报去市政府，用安尼。当做因迄2块地，互因会当做报停车的所在，所以他们就合法的申请到夜市的这样的一个行李安尼所以大家人足感谢咱的上帝，足感谢阿王教会，互因伫即几个月中间会当入到教会内底做生意，而且佫帮助因会当合法伫后昂继续伫每礼拜5下晡阮有夜市欢迎大家来踅阮的夜市8点外就收了恁发现夜市要开始尔，阮遐就收了就大家拢咧困呢好，这就是夜市啦好，过来好，过来。你看，当都有小上海啦锅烧意面啦，小拢有啦，拢有我嘛一担呢，我嘛一担伫边因咧做生意，我嘛一担伫咧报道呢。所以我讲恁逐担拢爱钱，干那阮一担免费，免费免费，干那咱一担免钱好，再继续好，感谢神就是去年的6月我的囡仔为新加坡倒转来伊是读迄个神召会的神学院伫新加坡读新来伊，那一直祷告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来承接欧安教会的整个一个棒子这样所以他们祷告，夫妻祷告，佮传2个囡仔就回来所以就布道、栽培、门训建造强壮的教会强壮的教会就是伫这中间看见上帝安尼脱胎换骨，这个教会慢慢一直咧复兴安尼好，过来。好，这是阮办营会，中秋节欧王相亲烤肉趣味的趣啦迄日头嘛免200个人来参加安尼好，过来。阮毋是干那烤肉尔阮阁设计安怎烤肉分十几组对无10几组食甲拢大家食饱好，伫即个礼拜堂内底，我们就开始见证分享，安排3个兄弟姊妹讲见证。见证了有呼召，好来下来，再下一张。那天的呼召决志的这么多人，10几个人决志其中有2个因是住伫台中遐，上个礼拜在台中的教会受洗了，
所以感谢神，神的国度不是干那伫欧昂，不是干那伫咱富强，神的国度是整个哈。所以这中间在欧昂教会得到福音，回去哈台中去洗礼，我们育有荣焉的哈，嘛中欢喜哈，好过来哈。好，还有那个圣诞节我们有一个扣子叔叔哈，那通过燕皇啦，燕皇哈，通过燕皇介绍哈，阮就请扣子叔叔变魔术哈，底下囡仔迄是162个，126个人哈。接下来，扣子叔叔哈，好，那天那么多人哈，好，这就是今年的冬令营，哈，冬令营，阮甲东光教会甲嘉义教会做伙合办，好，总共100多个孩子哈，好。哦，我们有玩游戏，还有怎么样？还有做陶土，陶土哈，做陶土。我们有个黄福昌长老哈，他就是陶艺家所以做陶土甲修好，佮写因的名安尼吼，因来领我们就开始跟进，这些孩子就开始跟进吼。所以感谢神神的恩典从为无到有为无到有，对4个月。对4个月上帝恩典伫欧文教会底下做祭拜工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好不好？预备，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也是我们所信的神。罗马书4章17节，过来。自小的主要加增谦卑，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以赛亚书60章22节。自小的主要增谦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不管是在偏乡，不管是在城市，有耶稣的同在，就有复兴。有圣灵的同在就会震动，所以感谢神。本来我的囝无爱回来，伊讲迄个欧王含2字都不要读咧，我要回去遐从什么安尼啦？含迄2字都不要读啦，真的不要读啦那后来他在洗澡的时候，神跟他说话，耶稣讲：我拢伫山顶，我拢伫旷野，我都在山上，我都在旷野那边举行布道会。有我在的地方，就有人；有我在的地方。就会复兴。我囝跟跪了耶稣，对不起啊，对不起。欧王不再是偏乡，欧王是有耶稣同在的地方，所以他就降服下来了，哈。所以感谢神啊，也盼望大家继续不断的为欧王教会祷告所以这个中间特别是那个麒麟地解决了后，那一天做礼拜，头啊因地主开1000万啦。17坪开1000万，我讲这不是台北嘛，不是台南市所以那会当我的祷告是500万啦，是500万，所以我讲那会当这一半安尼啦，那因派一个出来讲嘛，佮等于讲诶，佮2-3日就来讲好，安尼500万啦，500万，17坪500万，这要签约去阵我就搁话讲，无佮减一丝啦，佮减一丝安尼啦，咱若要买厝拢安尼，要签约讲无，佮一丝安尼，好无1坪200万，17坪都476，你敢知影？476伫一间50-60人、50-60个人聚会的迄个教会。上帝惊新者10月上尾礼拜，到11月4个礼拜，总共5个礼拜天，奉献508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整个我咧回想，我咧见证的这个过程，这个买卖，这个所有的可能金钱，我们没有贷款一角银，无欠一角银。所以神他真的是领受供应的一个神迹。上帝无变有，这内底地，因为这个麒麟地买起来，内底地拢4个瓦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行奇事的神。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感谢你，求你继续不断的带领你的教会，在台湾的众教会、众长老教会，都要有因着耶稣的同在，大大的复兴，大大的让大大的转化过来，让信的人更加添的在每个教会。主啊，求你大大祝福伫富强教会，伫这牧者的团队，这忠实同工，这遐尼姊妹中保台岛的团队，拢要得到上帝欢喜甲祝福。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剩下差不多没有关系即马18节，就是说你有身体有病痛。
你有破病啦，不管是什么病啦吼，慢性病什么病，然后就是最需要的吼，盼望你可以出来，然后我跟潘牧师来哈，来前面来哈，我们可以为你抹油祷告哈，可以为你抹油祷告，好不好？有需要还是你遇到特别的事情，无法度解决的，好，今天因着这个祷告，神哈会特别非常的帮助，会领导你，非常的帮助会领导你，亲子关系啦，还是你的囡仔无乖啦，还是什么问题伫你的家庭，还是你的事业拄到瓶颈，还是你的这困难拢会当，你愿意走出来，我们就为你来抹油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就用那个祷告的力量，好不好？用祷告的力量，好，你要被祷告的就往前，潘牧师往前走，到前面来，然后我们再那个麻烦那个泽荣执事祷告的力量。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来唱这首《祷告的力量》哦。我们可以2排，一排在潘牧师那里，一排在李牧师。来，请同工那个核心同工到旁边来协助了，哈。那个丁翠师母，嘿，来帮忙。